咱的乡亲过年大饼扫在清碰椅，也者是咧清衫椟的时阵，一定会当看到这种叫做伊蛾的叶，黏伫咧饼顶，这个壳是朴实的，慢慢咧刷动。通常咱若看到，就是一粒就甲拍好死。也毋过，自然科学博物馆请大家手洗牙关，留伊一条生路，若是方便，请甲收集起来，寄互科博馆来研究。到时阵，若了解这种鸭的生态甲习性，都会当帮助民众，毋免用杀虫剂，都会当互这种鸭家己离开咱的厝。过年前，家家户户无用大饼扫，你一定伫咧厝内捌看过这种虫。伊叫伊鸭，咖啡色的头，伊甲垃圾仔含伊鸭做一个收，放伫咧卡只片，常在出现伫咧厝内壁角，或者是衫椟啊碰伊后壁。人的头发其实他很喜欢吃，他会比较喜欢在潮湿、阴暗的环境，所以其实大家在大扫除的时候，不要急着把东西丢掉，而是去思考为什么它会在这个环境出现。真侪人看到伊鸭拢家扫掉，不过今年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向全国民众收集厝内伊鸭，要来研究生态和伊的生活关系。公布无够2礼拜，就收到正清洁伊鸭。小朋友他去邮局，然后他就在邮局里面抓这些伊蛾，然后抓起来了，然后特别这样寄来给我们，所以非常的感动。研究人员讲，无人介意厝内有虫，用杀虫剂若无效，佮污染环境，所以即要来研究伊鸭爱住伫咧搭，因爱食啥，改善环境，这虫自然会离家出走。